71年的酷刑、种族灭绝和破坏。穆斯林世界无视中国在东突厥散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镇压和同化。1949年，这个地区被残酷的中国占领，此后一直充满痛苦、流血和流泪。71年过去了，但是东突厥散人民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痛苦。近年来，被带到集中营并在那里遭受各种酷刑的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在遭受中国的破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格孜族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遭受中国政府的种族灭绝和系统性同化政策。于2020年10月1日举行的反中共全球行动日的组织者发表声明说，我们邀请所有人参加离他们最近的地方或在互联网上举行的活动。据英国当地媒体报道，英国议员和同僚正在督促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有权要求英国高等法院裁定中国发生了种族灭绝事件，这将限制英国与北京的贸易联系。根据《卫报》的独家报道，此举得到了跨党派的广泛支持，并激起了英国政府内部对于中国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可能受到威胁的担忧。该提案由前保守党领导人伊恩·邓肯·史密斯领导。英国的新措举将使受害者及其代表竞选的受害者能够在英国法院提出申诉。除了维吾尔问题外，英中关系还因中国公司华为在英国5G 升级中的作用，以及北京在香港实施的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法而处于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穆斯林领导人为东突厥散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大声疾呼。他访问梵蒂冈时未能与教皇见面，但是蓬佩奥在美国大使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致辞，敦促外国不要屈服于中国共产党，并维护宗教自由和人的尊严。蓬佩奥说，我希望穆斯林领导人为受压迫的穆斯林大声疾呼，包括维吾尔、哈萨克人等。蓬佩奥还呼吁费朗西斯教皇表现出勇敢，反对中国的宗教破坏。蓬佩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压制宗教自由。蓬佩奥说，梵蒂冈应该加入美国，反对中国侵犯宗教自由。他抗议梵蒂冈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延长。人权团体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示威，以抗议中国针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行为。示威者聚集在加拿大议会前，在这里发表声明后，并游行到中国大使馆。除维吾尔人外，反中共活动人士和支持维吾尔族的组织和个人也参加了抗议活动。示威者批评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并呼吁结束这一行径。他们呼吁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在中国占领东突厥散71周年之际，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华抗议活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发生军事冲突后，阿塞拜疆国防部9月30日表示，该国军队已造成亚美尼亚约2300名军人死伤，并摧毁对方130部坦克及装甲车等。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连续4日爆发军事冲突。阿塞拜疆国防部周三宣称，连日战事已杀伤2300名亚美尼亚军士兵。阿塞拜疆称，9月27日至今已摧毁130辆坦克及装甲、50具反坦克火箭炮、6个指挥及观察箫、200个火炮及多管火箭炮、55辆军车、25套防空导弹系统以及1套S-300防空导弹系统。